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16日，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土耳其叙利亚2月7日发生大地震，各大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1000人。咱台湾第一时间毛遂派搜救队去协助救灾。昨下晡，咱的搜救队已经返来咱台湾。内政部长林佑昌、土耳其驻台的代表拢赴去桃园机场接机，向这阵英雄说道谢。结束土耳其的救灾任务，台湾搜救队10号下晡返来国内，一个入境就听到真大声的扑啊声。内政部长林佑昌、土耳其驻台代表贝定可这官员前往接机，欢迎成员返来台湾，并表达感谢。我们所有的运作，还有相关的一个器材机具其实都符合国际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也在一段时间里面去扮演了分区这个协调跟指挥的一个角色。这份光荣是属于国人的。贝定可讲，台湾人甲土耳其灾民当作同胞来关怀，无论讲偌济个感谢，拢无够，无法度用言语表达感激。也阁为少成员的亲人来接机，欢迎救灾英雄返来。土耳其因为强烈地震造成严重灾情，台湾第一时间派出2推处，拢总130人加5架搜救舰前往救援。台湾搜救队拢总救出3个人，不过可惜其中1个人当场死亡。成员准备返来台湾到伊斯坦堡机场的时阵，也出现一寡民众列队感谢救灾。伊斯坦堡的机场里面是掌声雷雷，人讲我要去考伊朗也考日本也考，土耳其也考，我真的是感动。我再强调一点国际搜救队是我们要把面子做给当地国，搜救队没有在抢功抢劳，我们就是要救人为先的。这段救援期间，土耳其当地气候真冷，成员唔拿面临救灾考验，想要洗头嘛真困难。太多天了嘛，然后又都戴着毛毛压着头发，所以很痒。今天天气比较冷，所以把水烧开，然后就是做一个清洗的动作。经过5天无眠无日的救援行动，台湾搜救队甲适当的装备器材，拢捐予土耳其当地的搜救组织，佫顺利返来台湾。台湾民间是持续伫支援，统计卫福部所开设的赈灾专户到10时为止，已经超过6.8亿，民众的爱心真正无输人。记者综合报道。土耳其大地震发生到今已经超过1礼拜，真侪灾民面对物资欠缺、无水无电、温度各低的生活困境，是无助佮无奈。若灾区的病院、公共设施嘛，因为地震受影响，医疗人员不足，即嘛是一个隐忧。土耳其总统派专机后送伤患就医，因为土耳其地震大灾区医疗人员强要无够。Bazıları şehir dışına çıktığı için çok fazla yoğunluk yok. İlk depremden sonraki günler yoğundu. 当地医疗人员讲，病院内底早就破糊糊，灾区医疗资源敢有够，这是一大问题。灾民还阁面临物资欠缺的困境。Bu kadar yetmez yani daha yardım olup bir yememize içmemize bakıyoruz. Başka öyle zaruri ihtiyaçlarımızı çoğunu karşılamıyoruz. Battaniyeydi, ısıtıcıydı, eda eksiğimiz çok yani. 一家伙8人钱伫个细顶的天道内底，谁知影这种日子爱过偌久？无会当徛起的厝，袂少灾民生活有问题，心情真正无法度透放。Şimdi burası elektrik çekiciler. Elektrik çekiciler. Yok Allah şükür bir şeyimiz yok. Vallahi çok sıkıntı var şimdi. Soğuk, çok soğuk, çok. Hiç mesela çalışmayayım, iş açılmadı, ev yok. Yok, yemek yok. Şimdi bizde yardım yok yani, bir şey gelmiyor. 不满的声音真侪，民众真怨叹。有灾区捌传出庆声，佫出现趁机会抢劫的事件，灾区的治安出现警讯。这场世纪灾难造成上万人死亡，几条青栋厝大规模毁损，一寡灾民无厝通住。进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目标1年内要完成重建。不过眼前的状况就是灾民食穿大行拢有困难，发出信号求助。伫公共甲私人建筑、水电、天然气这供应系统大量毁损的情况下，什么时阵会当互因正常生活？当考验土耳其当局。记者综合报道。
土耳其大地震死伤惨重，阁有真侪人即马还未互找到，现场即马共款是乱糟糟。传出有土耳其的灾民即马是不满叙利亚的难民，甲因抢物资、抢避难所。伫物资欠缺的情形之下，大家是因为小抢冤家小冤册。土耳其的网络顶头即马嘛开始出现话要反对叙利亚的声音。避难所内底，囡仔人组织做伙算画图，这是土耳其梅尔辛一个临时避难所，安迪因为内战流亡的叙利亚难民，也毋过两国边境发生强烈地震，互土耳其民众在绝望的情绪之下，开始出现排斥的情绪。毋但只只叙利亚难民趁着震灾、抢劫、破坏，佮赶走互安迪伫避难营地的难民。طلعونا ما بنعرف اجى الجماعه صار يدق علينا الباب طلعوا من السكن طلعنا طلعونا بالساعه 2 بالليل طلعونا بباصات واخذونا لعند جماعه قعدنا فيها والاولاد نايمين كانوا يعني كمان وهي حالتنا يعني صرنا اسبوع بهالموضوع هذا 另外，社群网站推特开始出现反叙利亚的口号，表示移民应该爱互赶出国，无欢迎叙利亚人。两个国家的这个震灾特别满10天，除了排外情绪，土耳其灾民开始出现身体甲心理的健康问题。第一斯坎特伦设伫亚症病院内底，愈来愈侪病人出现 PT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Now more of the patients are coming with th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ll the shock that they have gone through during the earthquake, and all whatever they have seen. Because of that, patients are having panic attacks. There's a good number of people who are coming as a panic attack. 除了 PTSD， 佮有欠水引起的卫生问题，有民众爱行5公里的路去有水的清净洗便所。WHO 世卫组织嘛警告讲，伫饮用水无够、卫生环境歹的状况之下，有可能会爆发传染病。而伫一般病院无因治疗受伤的灾民时，嘛影响到其他疾病看病的空间。当局伫德尔特约尔开放一只军舰，加做临时病院，为灾民提供医疗服务，互现前的人会当根据病情分类找外科也是骨科医生。而且伫军舰面顶接受 X 光也是超音波的检验。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同款受冷气团的影响，各地拢真寒。同齐来看温度。今日早起的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的大河，敢若7°4。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全台湾咱的北中南计共17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今仔日北部的温度是9度至18度，中部10度至23度，南部11度至24度，东部是10度至21度。也毋过因为水汽减少，所以今仔日会比昨昏的天气也搁较好。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寒蒙寒，啊毋过嘛会当看到日头。敢若伫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有13啊雨。啊，若明仔载冷气团就减弱，各地拢会是好天，而且会明显回温。来关心去年疫情的期间，饭店是拢无生理，也毋过饭店的房价却是创下历史新高。这是根据观光局上新的统计，讲去年咱全台湾观光旅馆平均的大房率是48%，这是有史以来的第4低。啊，毋过大一暝计数嘛无俗，平均爱4195块，这是创下历史新高。观光局是表示讲，主要是因为原物料起，也个有旅馆欠卡手，加上民众总共若是有去住，拢普通时拢也是休困日去住较济，计数会较悬，才安尼。真雅伫房间，敢若像伫厝上管遐舒适，而且客厅甲房间分开，未受搅扰。这间位伫台北市区的商务旅馆，双人套房现场的报价每人爱6-7千块。报价的结构，当然包括这个税金啊，早餐，甚至是你的人工的成本。还有这些你的土地的成本。台北要找较俗的旅馆无简单，其他县市观光旅馆也无俗。业者讲，虽然国境解除禁令，不过海外观光客也是无倒来补助。旅宿业者平常时大房率招去国内旅游市场，不过多数民众拢感觉真侪观光旅馆的价钱伤贵。平日没什么人，那假日住房率提升，那相对因为他是住假日来所以他的房价也感受到会比较高。业者讲，旅馆房间的介绍加土地租金的成本，早顿实在这物价，也有员工的薪水、税金等拢真相关。加上旅馆业整理房间的人真欠人，为着维持营收，单价自然的提悬。根据观光局的统计，去年111年全台观光旅馆平均的大用率无到5成，是史上第4低。不过客房每一暗平均的介绍起到4195块，是历来上悬的。
原物料的价格、电费，然后人力也短缺，那必须要再用更高的这个薪资才有办法聘到员工，所以这些相关的成本加上来之后，可能就变成饭店的这个售价也必须要往上调。观光局讲，希望业者会使多多推出平常时较大优惠方案，呼吁消费者来选择，毋是假日尖峰的时段出门来旅游，互双方会使达到双赢。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健保的部分负担新制度上近4月份要开始实施。健保署是表示，健保部分负担调整方案内底包括药仔钱、急诊的费用，也搁有检验的费用。在其中药仔钱甲急诊这部分的负担一定爱先索，目的是爱民众小病伫诊所看大病，再去病院看，做好医疗分级，才会当避免医疗浪费。来关心《中国时报》，内政部伫今仔日会伫行政议会内底报告落实居住正义的政策方案，总共有通过，就会宣布300亿租金的补贴2.0方案，甲自用主体贷款户支持方案。立法院的民众党团即马是批评讲，方案是治标无治本，是为着要巴结少年家，是为着2024年的选票咧压钱，效果会是通货膨胀更较严重，物价起，民怨会更较深。来关心今年的台湾灯会是伫台北举办，那中国的上海市嘛有参加其中的一区，所以中国上海的官员会来台北赏花灯，要进行市政交流。目前陆委会已经同意台北市政会申请，这嘛是疫情过后边境开放了后，中国官员来台湾交流的头一个。红色高灯加上土瓦造型花灯，位伫东区的上区。继23年了后，台湾灯会重新登来台北。上海市今年会参加台湾灯节，这伫龙虎上海花灯。我觉得还蛮土的，它也没有怎么特别的地方。你说从上海来的，我也觉得还好而已。这个花灯还好哎，忠孝东路上还蛮多展区，上面的花灯更漂亮。我是觉得很好，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它主要就是因为要应那个景嘛，不要分地域啊这些关系。陆委会15宣布，伫低调单纯安全这原则下，同意北市府邀请中国上海市政府人员以专案的方式来台湾参加灯会，也有市政交流。这也是在2019年上海市派人来台湾参加台北灯会了后，搁再来进行2次交流。新任市长邱马安是不是亲身来接待，真受到注意。这次的会面呢，我会秉持着这个单纯、安全还有对等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来依照这个陆委会提出的这个几个原则呢，来跟对岸来做一些交流沟通。上海访问团一行6个人，定18到20来台湾参加台湾灯会相关的活动，其有进行双向论坛的合作备忘录。上海方面每年伫台北灯会举办时，会有灯区来展示，已经连续7年设灯会灯。不过过去3年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敢若设灯无代表团来访。其实两岸最近发展活动也包含新闻法师关接典礼，中国官员因为无遵循基于机制申请入境货馆来台湾，也有20要重新开放的港澳自由行，是被看作是两岸释出春暖花开的微妙甲反信息。而这摆上海访问团也是疫情了后头一摆陆委会核准上海代办来台湾参加灯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苏格兰的首席大臣施特金，伫15日时宣布伊要请辞，要结束8年的任期。伊表示，因为时间到啊，爱传承啊。伊嘛毋望讲接位的人爱有才调来化解分裂。政治的分析家是认为讲，伊请辞对未来苏格兰的独立运动，即马会出现更较大的无确定性。在位超过8档的苏格兰首席大臣施特金15宣布请辞。施特金讲，即嘛是交予别人的时阵啊，嘛讲新的领导人更较会当化解目前无共的民意，就算目前苏格兰人大多数支持独立。But that support needs to be solidified, and it needs to grow further if our independent Scotland is to have the best possible foundation. To achieve that, we must reach across the divide in Scottish politics. In my judgment now,
is that a new leader will be better able to do this. 史特金是苏格兰第一个女性的首长，捌真侪摆推动苏格兰的独立公投，嘛反对英国脱欧。但是伫就任进前最近一摆，伫2014年的独立公投，迄当阵反对是比赞成的人计出超过10%。除了推动独立，史特金阁面对跨性别者权益的问题，民众对伊的请辞看法嘛无共。I think we've lost a good politician. One of the few politicians who could answer a question properly without deviating and without getting tripped up and getting back right on point. So I liked her. I think now basically it's the time for her to go. She's had her time being the First Minister, maybe like someone fresh just to come in and take the country forward. Definitely. 纽西兰的总理阿尔登顶个月才讲油箱无油，宣布请辞。伊当阵史特金阁讲，家己油箱的油阁足济，即摆伊请辞，互外界是拢无想到。政治分析师认为讲，目前无明显会当代替伊的人，而且新的头人恐惊歹整合党内独立的策略。The downside risks to the nationalists are clear. The upside risks are perhaps something they might hope for, but at the moment there's quite a few bridges to be crossed before they might reach that position. And that's about reducing inflation, increasing our energy security, driving growth and creating jobs across the United Kingdom. 英国首相苏纳克除了感谢史特金长期以来为公共服务，嘛期待会当和接伊的人继续合作，嘛承认无伫所有议题和史特金有共识，因为英国最高法院伫去年底裁定苏格兰的议会未当伫无经过英国政府同意之下做第2摆的独立公投。公司新闻单位任吴其昌编译。乌克兰伫15日时是表示，因伫基辅的天顶冒发现俄罗斯的气球、俄罗斯的机轨啊，大部分拢已经互乌克兰拍落来啊。另外，俄罗斯是对外表示，即阵啊因会继续发动攻击，而且嘛讲，即阵啊攻击拢有取得真好的进展。基辅的空中是出现机轨啊，而且互防空系统拍落来。乌克兰15表示讲，6粒机轨啊顶悬可能拢有精彩的设备，无说明讲是当时飞过首都的。不过迄天，空袭警报捌掠啊真大声。Назвемо їх дідівські методи ще, тому що давно застосовувалися. Ну, звичайна куля, так, ну, 1-1,5 там діаметр може бути різний, наповнена газом, летить вверх. На шнурку прикріплений там той кутовий відбивач, радіолокаційна станція. Зрозуміло, що 乌克蘭講，羅西亞有可能當咧用機軌做新的偵察的行動，對這羅西亞是無回應。另外，就啲烏克蘭表示講，對俄方的攻擊已經得要指責袂掉，啊，使用國家的軍援要較緊的。北約的美國來到3天啊 ，including more heavy weapons and military training. This is critical. Ukraine has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to tip the balance, and time is of the essence. 羅西亞是宣布喺戰場頂懸有新的進展，包括講繼續對巴赫姆特的攻擊，俄軍喺盧甘斯克徹底突破俄東2個正強的防線，尤其甲巴赫姆特攻落來，互俄方會當佫進一步，會當向頓涅茨克佫較西邊2個較大的城市克拉莫托斯克、斯拉夫揚斯克過去。這互羅西亞到時入侵滿1年的氣勢歸起來。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來關心2018年，泰國有12個野豬卡球隊的少年，甲教練調佇飲水的山洞崩坑內底調18天，尾也是全部機制攏互救出來。這件代誌佇當當時有引起全世界關心。啊，那佇當當時的卡球隊的隊長多姆，尾啊呢，一個囡仔有摕到獎學金去英國讀冊甲踢卡球，毋過即馬是傳出伊已經佇英國過身，才甲17歲。2018年6月份，泰國嘅野豬少年卡球隊甲教練計將13個人去山洞內底冒險。尾啊呢，因為落大水雨，水是積傷懸，全部嘅人攏掉佇崩坑內，掉18天。尾啊有順利獲救出來，這個奇蹟佇當時是全世界轟動。卡球隊嘅隊長多姆。尾啊有摕到獎學金，是去英國讀冊甲踢卡球。伊今年是17歲，啊那佇禮拜嘅時，伊互發現伊佇伊英國讀冊宿舍房間內底昏迷，趕緊送上病院，也毋過不幸佇拜2嘅時過身。目前也毋知影伊死亡嘅原因。繼續關心美國嘅俄亥俄州，這個月初有一台載有毒嘅化學物的火車敗爛冰車，當時加載火有隨控制，所以無發生大爆炸。也毋過最近這陣啊，佇附近嘅民眾陸續攏出現人艱苦，啊那附近嘅溪仔嘛已經真濟魚仔冰都死去，溪水哪親像有受污染。
大火甲真臭的高烟，美国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一台客运的火车，车衫载着大量有毒的化合物经过俄亥俄州。当巴勒斯坦电时意外火车落尾来冰车，当局赶紧来疏散将近2000位当地民众，并且进行小型的引爆，和有毒的气体伫受到控制情况下来排放。不过2礼拜了后，民众发现河川遭到严重污染，已经有大约3500只鱼仔死去。俄亥俄州州长紧出面安定人心。This morning, I called Alan Shaw, CEO of Norfolk. I asked him directly if he would personally guarantee that the railroad would stay there until absolutely everything was cleaned up. He gave me his word and his commitment that the railroad would do that. They would not leave until that was done. 出台一列车50节的车厢落尾，其中20节有大量的氯乙烯这有毒的化合物质，输入去了后对人体造成伤害。民众侧背等去厝了后，陆续传出有人身体无爽快，包含目睭红，也佫有扫甲真严重，也有民众所持护理变甲是软到敢若破边，甚至死亡。卫生部门建议民众暂时莫啉汽水。At this stage in the game, we are recommending that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consider using bottled water. We are awaiting results of testing of the municipal water sources that are going to be fairly detailed and will allow us to have a very complete look at the potential compounds that could be involved, and we expect that very soon. 俄亥俄州官员讲，这阵空气检测结果其实甲事故发生之前差不多。流入河川的污染物质应该真紧就水透波去。除了当地生态甲健康风险受到讨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也正调查列车落尾原因。当时舆论指出，火车意外恐惊甲过去几年来各大客运铁路公司大量来减少人力，造成维护人员检查时间不足有关系。公视新闻张如平编译。美国2月13日发生校园的枪击案，这摆地点是伫密西根的州立大学。警方表示，凶手是一个43岁的查甫人，也正伫大学内底开枪，尚无有造成3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受伤的人即马也伫抢救。尾夜警方发现嫌犯的时，伊已经自杀。那疑犯案的动机，即马爱去调查。真侪警察进入校园，有学生囡仔未付穿衫，赤目提刀逃出宿舍，也有学生囡仔兴兴讲讲，被役囡仔霹雳伫警方的指示赶紧撤离。一向平静的密西根州立大学校园，当地时间8月暗时8点传出枪声，一寡学生囡仔手机啊收到就地避难的警报，一时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敢若知影保命要紧。My phone started blowing up with texts and calls. Stay safe. Don't move. So I was a little confused, and then started finding out all the news, so I barricaded my door, the front door, and then got in my room, barricaded that with my dresser, and then locked myself in my closet. We like our doors, like we put our couches like up against them. It was a very scary time. I'm not gonna lie, because then you'd walk by and you'd hear people walking down the hallways too. Like you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on. 警方根据监视器的画面证实，一个挂面纱加戴帽仔身材矮顿的查甫人伫校园内2位大楼野枪攻击，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也有5个人受伤，有性命危险。死伤者拢是学生囡仔。案发了后3点钟，警方根据线报查到匪徒好亲像用枪自尽。We have absolutely no idea what the motive was at this point. We can confirm that the 43-year-old suspect had no affiliation to the university. He was not a student, faculty, staff, current or previous. 警方表示，目前无发现这个查甫人甲密西根州立大学有啥物牵连，不过伊有精神病史，犯罪目的也需要进一步查清楚。案发了后，这间大学取消2天的课程甲活动。总统拜登是呼吁国会实施步枪的禁令，和侵害暴力的问题早一日得到改善。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荷兰半导体设备的制造商大公司艾斯摩尔表示，因有一个防止透露的中国员工偷摕公司机密的技术甲数据，已经违反规定。伊嘛已经有赶紧向政府通报，有启动内部的审查，采取补救的行动。来关心美国的副国务卿雪曼今日表示，台海中共爆发冲突会影响亚洲的安全，嘛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安全。那俄乌战争就是一个上好的例，所以伊是呼吁各国爱苛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拍台湾唔是好办法。美国嘛希望中国唔通摕美国来做理由，采取军事行动。
来关心国际油价甲物价隆重的起，敢若薪水无得起。德国的服务业工会即马是表示，为着要争取加薪水，德国全国7座机场的员工打算伫2月17、8、5明仔要发起大罢工。那有讲明仔有一寡飞轮机房会受影响。镜头个等下，咱国内来关心蒲公山的成婚法师过身了后，伊伫13火化。蒲公山尾也有公布相片，讲成婚法师火化了后有烧出几60粒白的下礼珠。毋过这相片虽互人摕去网络顶头，伫网络平台互当作是卖招爱根本。律师就表示，偷摕别人的图已经违法。异形设置无相相关的下礼数数量真多，原本伊就讲家己无下礼数的成婚法师，原接了后伫13来火化，最后烧出几60粒的下礼数。胡公山公布相片证实，不过相片随后刷到拍卖网站，讲有仿造人工控制买卖。律师认为安尼做已经侵害著作权。网拍业者盗用佛光山关于星云法师舍利子照片，而拿来销售，这已经触犯著作权法91条第2项的规定，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律师讲，若网友看了这相片了后，转发口说胡公山也是成婚法师，无论是不是故意，拢可能开涉民法第184条的侵权行为。另有部分的网友认为讲，下礼柱就是身体结石。或者成婚法师医疗的高阳中期团队澄清，成婚法师在生前无结石的问题。我们团队无法做特别的说明。不过可以澄清的是，大师并没有结石的问题。而成婚法师发引到台南大仙市来火化，也有民众指出，火化炉是专为出家人来设置，应用上爱适当的温度烧出结晶。出家人有舍利子，就是因为他的修行到家了，跟焚化炉一点关系都没有，温度都没有，温度啦是也迄个都没关系。胡公山表示，成婚法师所以讲家己无下礼柱，是为着让世人对佛法的认知回到根本，毋是伫有形象顶面来求取，所以讲无强调下礼柱的信仰。无想到也是伫法师完结了后，因为偷渡盗骗事件引发议论。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高雄有2个警察驾酒赛车互移送法办。才过无偌久尔，伫昨昏，虽讲发生高雄阁有警察驾酒赛车出车祸，即马已经封记一支大过。高雄10天内就发生3件警察啉烧酒赛车，实在是有够悍。民间团体即马是要求知法犯法，爱加重处罚，才才会乖。画面内底即只白烧的轿车，经过台南市西门路甲民权路口，向冲对中的安全岛。警察到现场发现出代志的，嘛是一个警察，是伫高雄警政署保护总队第2大队西边的警察。伊甲朋友做伙食饭有啉酒，竟然还阁赛车，酒测值有到0.5，以涉犯公共危险罪上班，保护总队嘛有改处分。针对边缘行为，已经迅速召开考绩会，除记一大过惩处外，并调整服务单位，年终考绩考列丙等。我觉得台湾应该就是完全执行那个连坐的，现在的罚款根本不够。报告总队强调讲，驾酒赛车是绝对无法度用稳的，嘛会追究相关人员监督的责任。不过，这个月初6甲初8，有2个伫高雄服务的警察驾酒赛车，加上这件等于是10天内都有3个警察啉酒赛车。记大过跟这样子的处分，并不足以让警方有警惕的效用，应该记大过之外，还必须予以免职，才足以形成警惕，并且淘汰素质不良的员警。台湾驾酒赛车防治社会关怀协会呼吁警方，针对啉酒、啉真凶，或者是有驾酒赛车记录，已经有名单防列管的人员，都要做追踪甲清查，提早防范，才会当避免伤害警察的形象，嘛危害过路人。因认为执法人员驾酒赛车，应该要用更加严格的处分，才有警示的作用。记者综合报道。若昨在伫高雄某一个71岁的乌子桑赛车赛到一半，那亲像是心脏病发作，当场昏迷，车全去弄到路边的6台奥多麦。这个老大人互送病院，尾也是救无回来。警察弄车门无人回应，赶紧破窗仔门，所发现驾驶已经昏去。驾驶紧急送病院，但车辆停来进前，连续弄边的6台车。他卡在里面，对，他就是卡住，然后眼前一直在碰撞。是老年人吗？老年人。经已通知许男家属到场，后续依规定报请检察官相验。
驾驶是71岁的士大人，有可能心肌梗塞造成车祸，送病院也是死亡。病院表示，驾驶到病院时阵身上无伤痕，为何死亡？搁要警方来调查。但是高雄15号上气温敢若15度，体感温度14度，甲前一天比起来温差袂小，无排除是天寒引发。医师嘛提醒，有慢性病还是心血管疾病，当着熊降落来温度，一定要做好保暖。药物要携带，那或者是一些保暖的衣物也要带着哦，那注意保暖。那另外就是尽可能是要有家人或者是朋友陪同。许多人爱做好保暖，开车上路的时阵嘛爱检视到爱换驾照的年纪。你必须要通过这个体格的检查，还有认知功能的测验，或者是经过医院来确认你没有患中度以上这些失智症。交通部为民国106档规定，年满75岁的汽机车驾驶每3档就要重新来换驾照，透过认知功能的检测，确保高龄驾驶袂因为身体机能老化，无法度安全赛车。记者王刘天明、赵宽高雄报道。政府即马是积极咧推动电动车，不过电动车爱使用的电池啊，若是用久嘛爱换。若是即马后摆全部拢用电动车，安尼换落来电池啊数量是真惊人。要安怎处理，即马嘛真做重要的议题。有客运业者即马是讲，电池啊有当时啊伊嘛惊讲会爆炸，这是因为去年就捌发生电动公车的电池啊家己烧起来，尾啊规台公车烧了了。老年的车拍拍走，有汽油、汽机车，原来有柴油、公货车。为了提升2050净零排放，政府积极推动的运具电动化。电池老化了后回收是一大议题。去年无路用电池量是792吨，预测到2030年会挖近10000吨。环保署表示，这个电池是公告应该回收的项目，国内的处理量能持续扩大。我们最近也有业者申请然后那我们预估还有3家业者在扩充量能当中然后那在2025年左右，应该量能可以到达9000吨左右啦。电池回收机制已经建立，互客运业者更加关心的是电池的安全性。去年捌发生淡水客运电动公车电池家己烧起来，烧甲剩骨架，搁波及隔壁车。业者是讲，目前维修也是爱挖靠电池厂商来协助，不过对电池安全性确实会互人提心吊胆。是提心吊胆，是非常的惶恐。我们国家推动电动公车，这个美意固然是很好，但是应该要放慢、放稳，求安全。面对政府话讲2030年公车全面电动化，客运业者坦白讲，以目前来看无法度做甲够。一台柴油公车用地20平，电动车爱布设充电条、变电站需要30平，搁较大量地真歹找，各位电动车地载物嘛是一大负担。另外，以台北市来讲，4大行政区是供电困难区，也烦恼供电会真严，一寡因素拢互业者无法度乐观，呼吁政府加做评估，放慢脚步。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伫台东有一个民众徛多摆经过有饲鹅的人道，结果呢，内底的鹅是走出来的家肉，而且伊阁互鹅甲毒。尾啊呢，这个民众是不满走去报案，警方有甲饲鹅的主人移送法办。不过台东的地方法院即马是认为讲，这个主人也无要求伊只鹅去共吓惊，若鹅看起来是古锥古锥，应该是袂去共吓惊着才对，所以是裁罚这个主人唔免罚。庄凯人饲鹅真普遍，看到生分的人挖紧鹅嘛，亲像大部分的动物共款发出叫声。经过外口的人，捌有人叫鹅的喙吐着，煞着青惊。不过鹅敢会咬人咧？台东一间专业的饲鹅场是讲，鹅其实真无胆，不过威胁到伊共款嘛，亲像大部分的动物共款保护家己。说攻击性也没有，就是刚好一冲出来这样。它其实它很胆小，如果说你没有去攻击，还是说你没有就是威胁到它，它可能就是不会了。顶个月伫台东卑南乡有一个民众骑机车经过饲鹅人因兜，煞叫鹅甲土，煞着青惊，所以报警处理。警方依照社会特殊维护法，赶人也是见在动物惊人，会甲饲主送办。不过台东地方法院认为，饲主并无赶人，也是见在鹅去攻击人，而且鹅看到戆呆，袂惊着人，无构成违法要件，所以裁定饲主免罚。但是他认为本案的这个动物是鹅。那鹅这个动物呢，本身
形象上面并不会吓到这个经过的人。台东地法院定定是讲，虽然饲主免受社会特殊维护法罚3天以下的拘留，也是代表12000块以下的处罚。不过，伊的牙造成别人受伤，也是财产损失，被害人也是会当提出另外的刑事，也是民事求偿。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中度自闭症肾盂的查甫人，去年的时，伊是坐捷运要去上班的时，互民众指控讲伊甲贪婪抹伫捷运车厢内底的抢花的栏杆顶头。路尾呢是互台北捷运公司开罚单，媒体尾也嘛有对咧报，互社会对身心障碍者出现歹印象。毋过监察院即马调查发现讲，事实根本就毋是亲像民众指控的安尼。捷运公司要开罚单进前嘛拢无去调查，所以对台北捷运公司提出纠正。捷运车厢的监视器画面，会使看到坐伫椅的民众暂时把嘴按揪掉，用手抹嘴，搁去摸手花。对向的人看到刷干骂，搁用物件甲喷，引起这个姓尤的查某人起无歹，杀对方去冤家。去年台北捷运嘛抓准伊是违反规定，用配痰甲罚。公部门其实对于我们的障碍者还是充满了这个歧视跟偏见，都偏听哈，他们只听，他们没有看到没去调查证据，他们只听一方哈。监察委员表示，这个姓尤的查甫人是一个中度自闭症的患者。捷运公司敢若听到乘客讲法，无去查证，地属媒体对咧报，恐惊互社会对身心障碍者产生偏见，所以对台北捷运公司提出纠正。甚至这个姓尤的查甫人行出车厢，伫捷运大厅，搁互对方摕物件，搁喷一解。捷运大厅的工作人员甲保全拢结点点，批评内底人员训练不足。针对这样的，就是说，尤其是我们同仁的训练，我们也找了一些专家给我们一些指导。那我们在处理上面就会比较小心来去做应对了。面对纠正，捷运公司表示，正正的裁罚已经取消，会细心检讨。监察委员认为，身心障碍者要行出门适应社会，拢需要经过时间来训练。拄到这款代志，可能会影响因的生活甲自信，嘛互社会对身心障碍者出现误解，是闪兵事。记者陈文丽、台北采访报道。国立体育大学棒球队的投手沙祖神，伊自细汉就伫社团也个社区咧拍球，是一直到进入中华艺术高中的棒球队才开始接受正规的训练。即马美国职业棒球队奥克兰运动家认为伊真有前途，打算要甲伊正式签约。小学5年至高中3年，拢伫爸爸成立的泰萨运动家社区棒球队拍球。沙祖神正式加盟奥克兰运动家，特别穿这领球衫，再个换衫。伊坦白讲，这是较早毋捌想过的美梦。当初真的没有想太多，就是去玩我喜欢的棒球，然后一步一步得到成就感。然后自己现在回头看，的确很不容易，但是我蛮清楚知道。这只是一张梦想的门票而已，然后后面的训练跟目标我会继续努力下去。这样。虽然进入中华艺术高中才接受正式的训练，不过沙祖神毕业的时阵，球速增加到24公里，而且身高109公分，得到国内职业球团甲国外球队的注意。去年进入国体大了后，有4、5支球队报价，今日以37.5万美金的签约金，各加5万美金奖学金加盟运动家。运动家队亚太区球探部部长阿登·希斯勒，伊讲签约的关键就是看伊还佫会进步。我们相信他的天花板很高，还没有达到他的群力。我也跟大沙讲，这个高兴只能是一时的，明天开始就要面对现实，要朝着新目标，从头慢慢一节一节、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沙爸爸讲，上起先干那要互2个后生有一个健康兴趣，行去户外，无想到会有这天。不过，望家己后生唔那干那伫棒球进步，更较爱拍开眼界。沙祖神是讲，会重新训练，对球队的安排，会当行偌远就行偌远。伊也鼓励介同款的棒球新人，只要介意棒球，持续练习，就应该勇敢追求美梦。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晚结婚就较晚生，地属高龄产妇的人有增加，因为年岁嘛有增加，所以伫子宫内底肌瘤的比率就较悬。根据统计，咱国内40岁以上的妇人人有子宫肌瘤的机率是要活50成，算算是2个就1个。
医生就表示，准讲子宫肌瘤超过3公分，有可能会影响子宫的环境，会造成无好受孕。所以建议有要生囝、要生产计划的妇女人，准讲有子宫肌瘤爱处理。我觉得很开心，其实现在甘之如饴。甲拄满过的红婴仔皮较好，拄做妈妈的祖义满面都是欢喜的笑容，因为祖义得到这个囡仔实在真无简单。祖义是40岁的高龄产妇，2001年伊透过人工受孕，不过落尾死体，因为有过第一胎，伊的子宫肌瘤嘛变大，大到7公分左右。尾仔是用无空喙的手术，用超音波的海湖岛治疗，再过一摆人工受孕，生落来这个囡仔。我其实一直都很想要赶快有一个宝宝啦。只是第一胎就是经验不是很 OK， 让他哭声那一刻，其实我也跟着哭，因为其实很感动的，就是我等他真的等很久。医师表示，亲像祖义这款高龄产妇，佮有子宫肌瘤，要自然有心较困难。往过要提子宫肌瘤，通常要破腹，不过海湖岛治疗无空喙，佮会使保留子宫的完整，后关的时间目短，真适合高龄产妇治疗子宫肌瘤。它就是用超音波能量聚焦到子宫肌瘤上面。治疗焦点很高，可是旁边温度不高，到焦点那地方会造成它坏死之后就会萎缩，它不会跟宝宝争营养。医师表示，现代人晚结婚也晚生，女性年岁增加，子宫肌瘤发生的比率也会增加，就较好有心。医师表示，根据统计，40岁以上的妇女发生子宫肌瘤的比率有约50%，只要肌瘤超过3公分，就会影响子宫的环境，提醒想要生囝的妇女要加注意。记者郭明水台北报道。电风风上头来关心，因为中南部即阵水情是较无稳定，农委会即马有鼓励农民卖种稻仔改种高粱，而且嘛已经甲金门酒厂有找好金门酒厂甲农会拍契约。若苗栗县伫旧年嘛开始加入，农民每公顷会当摕到45000块的奖励金，安尼就会当省8成的农业用水。产地休耕，互土木恢复。目前当时正早冬稻仔进前准备的阶段。伫苗栗县万里这个示范园区，去年开始试种会当结酒的高粱。农委会苗栗区农改场推广水产专组，而且甲金门酒厂签合作合约，因为落力成本会当减7成，灌溉用水嘛会当减8成。也是推动这个酿酒高粱这种比较旱作的一个作物，那让大家可以说配合着我们的一个大区轮灌的计划上。一样可以就是维持田间有耕作，因为部分农友其实是不太希望有那个休耕的情况。2021年，台湾捌经过8年的苦旱，气候变迁、落雨情形是愈来愈恶预测。种较耐打、较省水的作物高粱，就加做新的选择。2021年年底，分林就伫个高铁沿线的农地推广，强调讲毋免抽地下水就会当种植。苗栗去年嘛开始伫咧办理。万里镇公会表示。当地水源是为里溪潭水库来的，考虑大台中的民生，甲科学园区的用水，当地水产每2年都会拄到一届的暂停灌溉，就用推动转种高粱，动机是真好，不过会当提悬转种的补助奖励，对农民的吸引力会更较悬。政府是已经有部分的补贴，但是这个补贴呢，并还是没有办法让农民达到跟水稻一样的收益，所以也建请中央在评估各地区产量，再来决定补贴的价格让农民会有那个意愿来种植高粱。农改场强调讲，农民会当伫4期的种植内底，其中1期改种高粱等等，每1公顷会当申请转作的奖励金，大票45000。那地点是伫个大区轮流灌溉区域，选择头1期改种高粱，每1公顷会当加领3万块省水的奖励金。记者综合报道。东部收容所伫各县市拢红当作是歹厝边，因为有当时会臭，阁会吵，所以真侪人无想要甲因做厝边。因搁伫台中的后里东部收容所，即马即个所在是红当作是要结婚的时翕结婚相的浪漫场地。到底是安怎改变社会上大家印象？咱同齐来看。这栋白色建筑就是台中市东部之家后里园区，来到这无臭味，这个狗舍咱地符合动保法。一只狗有5平方公尺的空间，狗舍是2房1厅，带2只狗，每一只狗有家己独立的房间。像这只黑白狗，对咱人有戒心，伊会当安全的秘伫边仔，观察大社会小黄甲人类是安怎互动。
对，那也许我们这样的动作看在他的眼里，他会慢慢知道说我们是 OK 的互动。那他在远处观察，对他来讲也是安全的。所以一个笼内的设计，如果它空间够的时候，其实对于狗狗的稳定度是可以慢慢的去让它从流浪的环境到被收养过程中，慢慢可以社会化。关系甲人斗阵的狗仔对提悬收养率有帮助。收容所改建过2年，收养率已经翻倍成长。后里收容所若落实动物福利，规园区对节能也真用心。狗舍毋是未必食，互伊自然通风毋免空调，鸟舍也是共款，悬悬的天窗会当互一空气排出。我们是希望这边可以不用空调，但是温度可以怎么样子让它通风？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两边的门都有百叶，所以它就可以把冷风也可以吹进来，然后之后热空气会往上，它就可以排走了。每一间猫仔的洞洞天棚会当防止猫仔跳出去，也有通风的功能。就算来参观的人侪也袂翕。收容所内底也阁有一个美丽互动区，互想要领养猫仔的饲主甲心目中的猫仔会当互相熟悉、互相了解。那想要领养狗仔的人也会当伫狗仔出来耍，还是群体生活的时阵来观察一下。当然，收容所也真需要志工来替狗仔洗身躯、带狗仔散步。帮助狗仔还是甲人斗阵，安尼狗仔就会当早日拄到愿意收养的家庭咯。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去阿根廷，即马物价起钱变薄，伫阿根廷就有民众所用一个方法，伊是最近民众家己组一个查价小大队，逐工走去超级市场去监控业者敢有乌白起价。伫超市内底详细看一个介绍，这个店店用手机来翕这个卖价标签。52岁家庭主妇舍隆尼最近有新的身份，就是到连锁超市偷偷来调查介绍。Lo mismo que un jabón ala, de 2.31,40 a 4.96, me parece que no es un 3% y me parece que nos siguen tomando el pelo. 甲舍隆尼相款的早价成员大约20外人，因家己用家己的时间，监督连锁超市是毋是按照甲政府嫌疑，米粉、米还有牛奶这2000种的日常必需品，每个月计小起伏限制伫3.2%。早价大队的定期公布这个结果，并且向政府来检举。违规业者相关会使罚7100万块的阿根廷的披索，大约是1100万块台币罚款。不过，这个卖价起伏限制只有甲政府签署协议的连锁超市、甲大型的食品商，真侪小商店无伫这个限制范围内。La carne en este último tiempo ha aumentado un 40%. Acá nosotros aumentamos solamente el 20%, nada más, para que la gente pueda seguir comprando y se mantiene la calidad, que es lo principal. 肉价也算起得少的，当地牛奶去年吹到即阵已经起4倍外，食油甲糖更加起超过5倍。阿根廷过去10多年通货膨胀拢真严重，去年因为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引发能源甲粮食的危机，互情况是更加严重。今年1月份的通货膨胀率甲去年同期比较，已经起将近100%。不过部分的人士认为，限制卖价无度来解决通货膨胀，应该爱采取减少印刷票，也有公共支出这做法，才有法度来阻止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公视新闻齐婉玲报道。伫德国嘛是能源起、物价起，为着要减轻民众的经济压力，德国柏林的新国家美术馆即嘛是决定讲，未来逐礼拜四下晡4点至8点，会当互民众免钱入去看展览。用正优的灯光摆做艺术照明设备，边仔抑阁用铁链仔做的艺术吊床。伫拜四下昼，德国柏林新国家美术馆内面参观的人不止啊多，因为博物馆伫咧即马能源物价拢起价，通膨情形愈来愈严重，增加真侪民众经济负担的时阵，决定自今年开始由汽车制造商赞助，逐礼拜四下昼入去参观免钱。So I think a museum used to be a safe space for objects. And now I think a museum might be the only place to really discuss and to really deal with urgent issues in society. An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allow for in these uncertain times to have a place where you can gather without the need to spend any money. 因过伫德国，若去参观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拢爱付钱。即马新国家美术馆实施伫咧特定时间免费入去参观的做法，互人真学乐。Das finde ich sehr schön. Das ist eine gute Idee, weil dann auch Bevölkerungsteile, die wegen Geld nicht hingehen, ins Museum mal gehen. Das sollte es viel häufiger geben.
Und ich glaube, dass wir dann auch junge Leute mehr ins Museum bekommen. 馆长毕森巴赫以前是美国加州洛杉矶当地艺术馆的馆长，也办实施过免费参观的规定。伊认为安尼先做，除了会当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会当吸引更较侪人来接触艺术，重新为博物馆制定新的社交定位。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来看英国有新创公司，即马开发出一款会当互听障者戴的目镜。这款目镜会当甲语音转换做文字，再搁显示伫 AR 的目镜人顶头。就算听障者的对方袂晓讲、袂晓拍手语，嘛无要紧，看文字就知影对方在讲啥。手机放咧，甲桌顶的乌目镜摕起来，这查甫人开始放手机内面的语音，后壁就真专心在看目镜内面的屏幕。这是英国一间新创公司开发的，会当甲语音转文字的程序，互听障人士伫咧听人讲话的时阵，唔免阁用手语，嘛免烦恼讲对方若挂喙暗，无法度了解对方在讲啥。To have a conversation where you're not looking at the person you're speaking to, wow. And I think the people who are hard of hearing would understand the feeling that I had when I had that conversation, which lasted about 5 minutes, and I didn't look at the person to my right once, and solely looked ahead. That could be an absolutely, it's a life-changing moment. 因为这款 AR 目镜，佫会当甲听障人士和别人对话文字记录倒来。对2岁开始就听无啥有的奥斯蒙，看到这支目镜是欢喜甲。伊感觉讲过去生活内面上困难的，都是上课的时阵想要记落来，所以因为听无老师的声，等写了额头的时阵，发现老师已经说明了啊。But with these and this phone, what's amazing is that not only can I follow everything that she's saying, even if I'm not looking up at her, if I have to look down or look elsewhere, it's all right there in front of me. And the best part about that is I can go back and read it over again, like my notes. 不过，因为这款 AR 即时翻译目镜，佫有真侪缺点。因为伊用的是亚马逊的即时转译字幕，真歹伫个真差的环境之下来翻译，必须要伫个真安静的环境翻起来才会准。另外，目镜的造型嘛是一个需要改进的问题，需要研发团队进一步改善。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是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9度，上悬是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10度，上悬有2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21度。外岛7度至1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新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